文化部在2024年開始推動文化烏樓計劃。第二，文化部舉辦台灣動畫和濟人沉浸式 VR 技術系統兩方面成果的發表會，希望支持台灣原創作品加發展咱的文化科技，也要拍入去國際市場，讓全世界看到台灣。我們現在在地獄，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。結合現代的 VR 科技甲傳統的宗教文化，讓民眾那親像佇地獄。這是文化部文化烏樓計劃其中一個成果，也是一個會當同時讓100個人體驗的 VR 作品。360度你都看到物件，所以不是像電影敢在你面頭前爾。你做這物件，你都會當去做互動啊，去摸啊，去看。文化部在2024年開始推動文化烏樓計劃，拜一舉辦成果的發表會，呈現這幾年來文化科技甲原創內容發展的成果。年輕一代的創作者跟我們那個年代的創作者真的不太一樣。他們充滿了熱情跟新的觀念，而且真的是很在地的，可以從台灣的文化傳統裡面找到創新的題材，這一點我非常高興。李冠表示，這個計劃會當有成果，除了政府資金的投入，另外就是靠台灣的科技，加上台灣本身有文化內容甲傳統文化的底蘊。動畫創作者也講，因為台灣真多元，才會當有這儕創作的容量。我們就希望從故事到主題到技術，都是可以呈現出台灣這個地方它非常難得的多樣性，還有豐沛的創作能量。一群台灣的動畫工作者在這裡，在這個土地，將他們的情感和記憶說出一個非常真誠的回應。因為文化部的烏樓計劃對2024年做到2027年，文化部長也當場宣布，伊當咧寫後一個100億的計劃，希望繼續爭取政府的支持，來推動文化甲科技的結合，也會和創作者積極開發國際市場，讓全世界通看到台灣的文化作品甲科技。記者顧佑基林票凱台北報道。